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慧君，慧君分享大家讨论下晝3點半準時收看福氣來嚟 NGV 拜二嘅好食生產線吼，帶大家聽下來認識到當季好食來了解到了解菜地嘅一個特色。討論下桃園新木啊，係按台灣北部來講，美東重要嘅一個產地之一吼。桃園還有另外一個名哦，就大家講係青銅之鄉，比糖係青島嘅吼，也個比糖係桃園一個特色，因為比糖啊吼。上講來有啲比糖種作啲件事情啊，是唔係乜嘅大問題咯，嗬。佢比好似生產線咯，搶到新木鄉，嗬，不等社區發展協會嘅總幹事哦，來同大家來講下，今日呢個社區係用傳統呢個事務，嗬，來做一個產學嘅一個合作。韓國呢，重點哦係同個小學來做產學嘅一個合作，同時呢，誒咪不同呢個新木嘅有機米來紹介俾大家。你下呢係夾夾嗬，來紹介而唔係來邊。李立群，李太哥你好。你好，跟朋友大家好哈。我係個桃園縣新木鄉部長發展社會嘅總幹事李立群。好，今日當歡喜啊！嗬，做得唱到李太哥來到 Andy 嘅現場啦！嗬，當然講你係現場來播出現場來放送嘅嗬，就係透過 Andy 嘅節目來讓大家來紹介啲布當社區。可能當到嘅朋友啊嗬，頭先講到呢個米啊嗬，講到米，大家想到嘅可能是係花蓮啦、台東咁個觀眾朋友嗬，頭先咪要講到嘅，你睇新木啊嗬，所以咧比糖越等多，韓國到呢個Andy兩位咪有一半嘅人口嗬，是係用呢種耕種為主，呢個米嘅產量講起來咪係用台灣嗬大千幾名嘅嗬，用翻啲新木嘅呢個米啊嗬，嚟講種樹木嚟講啊嗬，所以咧咪要按樣嚟找產量嗬，當然應講推動嘅水質好，嗬，內容來講咧，可能佢度合配到啊，Andy了解新木尤其係呢度嘅布當社區，所以咧。呢個了解環境啊條件係樣辦先，來讓觀眾朋友講下。哦，我哋應該布當村因為有適合台比湯，還有2條河壩，還有一條三溫台圳，所以該水質來講，按照非常的充足啊。係水源來講啊，嗬是唔係問題啦，嗬。應講到我種作來講，頭先見講到。也有水源，嗬，就做得來種作。韓國啲假使冇水源，嗬，肯定來講咪熱點強，嗬，啲解會潛水源，嗬，為咗開水圳啊，也係咁，要同頭先講土壤來開比湯。開比湯係就。好，一隻提隻水嘅一隻部分，Andy，有效，足到喎。過來咧。韓個耐水了嘛，按照前後按來耕種是。當適合啊，係，所以 Andy 耐水來講啦，嗬，Andy 上起來下配到喎，嗬，Andy 上起來土壤嗬，是喺呢度布當社區兩位，嗬，想講種作嘅部分有一半下加到喎，係兩位上起來下多年來種作，布當來講算真多，因為是種。專門考慮耕種來落出嚟，啊多安啦。講到看天來落出嚟啦，嗬，是講到農民耕種人啦，嗬。也當然嗬，Andy 有先天安好嘅而家呢個環境啦，嗬，即係水質有啦，嗬，呢個耐肉有配啦，嗬。韓國 Andy 嘅田咧，Andy 田來講有當然嗬是係合偏托到啊，嗬。有到是係講到可能幾多嘅題目按講一個三派天啦，也係樣辦現，兩位嘅講到提上去攞係樣辦現。我兩位按照個特定農業區啊，嚇，所以專門有種挖過嘅，所以個專門算講到當偏樣嚟啦，嚇。喺大家你下嘛休耕嘅越來越少嘅啦。有一部嗰個時間休耕嘅人好多，係咪年人休耕？嗰是政府嘅本個，唔是耕種是有千有量啊，所以個大家上個大家嘛休耕啊。按兩下上政府講個本天一期，按量一期啊因啊，所以咧大家是恢復到
耕种，確實耕種上有樂趣啦。哦，真嘅啦，吼，因講你本身來講啊，吼，假使有天咯，吼，就講有地來講啦，吼，假使你有來耕種嘅時節，土地就會提供本，吼，就種出嚟啲東西，種啲東西，你做得賣錢啦，冇賣錢自家咪有好事啦，吼，你老本人都講啊，吼，係種毛咪我來猛種咧，吼，自家是有啊，吼，唔是出去賣，吼，也是講到一個，因講農民幾條從頭咁樣講，吼，好，你一講到呢一位啊，吼。你嘅地吼要兩講到重新來規劃過嚟，和整理過嚟，所以上起來兩片嘅地，那要好以外，兩個種族來講係規劃到當好。你可能透過嘅一隻耕種方式係好傳統嘅，嚇講到慣性農法。你一下咯，你兩位嚇係呢隻時間開始來做呢個有機嘅一隻耕種方式。你98年間下開始。該部長學校開始，該老農糧署進行該學童種稻體驗該下是開始。98年嘅下嗬，係呢個部長嗰邊學校嗬，佢就開始來，所以講做一隻現場，本一啲學生來做一隻耕種嘅體驗。個嘅下樣嘅係學校方面。經用嘅上講，一般你細學咧做呢個耕種嘅一個體驗。嗰種你部長下去專門係田啊，和大家係耕種影下多啊。因為嗰個學生專門耕種影下多，和上個校長上有啲想法講，個利用啲資源來按好資源平等，和係來利用安啦，和聲音啲下。個機會嘛，越來越少，咩都你都有天啊！哦，你下看到畫面後，你都哇，你睇到你都蛇奧啊！嗬，來，你講到樹波來，你講割波你都幾多當專業咧？嗬，什麼書本你都有睇見晒哦！好，空前幾年嗬，你是係一隻運動上一當好嘅選稿啦！嗬，好講到你一位啊！嗬，你嘅下開始學教育安樣嘅一隻想法是實在是當好。唔過呢，因講到學教育想法，我去推行，我去做嘅世界上辦下會遇到困難，比如講，你嘅天愛那片來咯，嚇，要面來提供咩？接下係要去簽農民來參上，也係要買協議嘅時機到年紀來提供。哦，接下上因為學校選擇有隻個活力健康農場嚇，按記得是有個會所提供嘅2分半嘅田來分。聲音做學習安樣。哦，安樣去咯，所以講有2分半嘅天，學到一個98年開始就來提供本地一隻學校來做一隻體驗，我看到你都寫我，哇，安樣都強樂嘅樣啊！嗬，你咪聽到心情是變好咧，會知道呢個耕種呢一件事情嗬，從你唔會安難啦，嗬。好，你一講到呢位有可能當到嘅朋友會想講，見到安樣耕種啊，安快樂，安歡喜嗬。你講啊，嗬，萬事起頭難啊，嗬。接下開始有推動嘅時間嗬，唔管做乜嘅事情，總會就當到冇窮樣嘅上，嚇，像講一下當上嘅啲事，你接下安樣推動嘅嗬，家長嘅下學校嘅來講咧，當然佢都要上班，唔過家長咧做任何嘢佢都用班上嚟。接下上家長是剛開始嘅上誒，用聲音嚟去讀書時候咧，用是耕種啦嚇，不卡叫什麼做啊？我去學校去做安樣啦。接下嘅上班是上個。都不卡唔是做事嗬，應講到啊，嗬係也愛嘅心痛薄，去到學校去做了都幾多當盤嘅。要唔盤得啦。按嗰度，我們校長去上到大家說明啊，你是嚟按到只學習嘅過程啊，唔係講去加排去。真係是耕田，你一種，你只本去學習安啦。學了解本聲音啦，學到你生活嘅東西哦。唔好講
是俩米，唔啲米用板种出来嘅吼，你真是吼上班下，你下沙费吼，动到安样嘅事情，你係日本記到一隻生發嘅大概我個經驗啦，吼。好講到了未啊？當然 ，Andy， 成日咧去家教到東方語言做得看得到，家長你係咪當然通咧？吼，你當然 Andy 嘅講到愛學一樣東西哦，都學到啲外度，學到啲外度眼都冇強用嘅，你喺課堂哦，全部係專業嘅先生都嘅教。你阿嘅講到啊，吼，是無來講咪係算係一隻當專業嘅一隻部分。你講到愛學東西啊，即愛來問老人家啦、老經驗嘅人、老成人，吼，你三老。你阿嘅講上是無嘅你先生，你都哪邊一次嘛？你都先生嗰陣時用你沙器，因為你學校要不當沙器啦，舊到沙器，佢等於是會強調到老家來教嚇，冇教成因師傅嗰種，我唔係按條件健康嘅意思啦，為按倒退啊，師傅係倒退建設啊，你練師教幫阿因，佢專門有啲技術啊，啲嘅，按老見廣告廣播咧，叫人講啲哦，我係行前師傅嘅原因。倒退師傅嘅原因係見是當地嘅，係是按照要學起來咧。要學起來咧，咪啲講啊，我哋上到用班去做啦，我哋是要請老經驗嘅工種人來教佢到咧，嗬。講正經咧，嗬，你講，你唔管係種族啦，也係做埋事情來講啊，當到是有一隻時間點，有一隻時機啊，嗬。你講，你讀了不當沙器嘅你個咩學校來講啊，嗬，記得上起來讀了個課程嘅安排啦，嗬，有啲記得係用班來做，應該下陣個繼續來講到先到兩位來聊下咯。